来看高雄大树，当地里长伫咧树林内面发现到一个日本时代磅空，保留甲真完整。伊也咧想讲，这个磅空用过是创啥物用的咧？在地也希望讲继续调查，活化这个文化资产。对里长的脚步往小路行到底，是一片荒郊野外，内底竟然有磅空藏伫遮，远远看磅空内底有野豹，无法度看到底。里长是怀疑遮过去是5分仔车会经过磅空，毋过地方有时代认为这个磅空可能要互牛车经过，因为过去日本人为着要去高滨溪载山啊去自来水厂，迄当阵是用牛车来载，为着卖互牛行铁基路，才会去这个磅空。出山去建造着小便的集水厂，爱要下变道，必须要经过咱铁基路的下面，所以咱做一个类似迄个磅空伫遐去哩。无伊中间，佮发现到即个疑似吼，算5分车的迄个磅空。为虾米这个磅空藏伫山沟，即阵才互人发现？因为遮便若落雨，产地就会淹大水。里长是甲区公所人员开年半的时间调查，才伫山沟发现即座日本时代磅空。头先掠准讲是防空号，推测磅空有300米长。文化局初步判断，这个磅空毋是基尾线的5分仔车的路线，应该是旧三甲的分野。初步评估这个隧道的位置，并非日治时期唐铁旗尾线的路线所在。木社区那边找他们里长，他们已经是金牌社区了，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个带状的旅游规划。里长表示讲，因为这个上无有70年历史的磅空保留甲真完整，毋望未来会当知影磅空历史会当活化，通甲地方产业做连结。记者钟义辉、顾兆勇高雄报道。